大家好啊，又係我林耀江師傅啦。又到新一期嘅易經金融呢個節目。上一期同我哋預測咧，大致都係相若啦，都係好大嘅裂口啦，好多嘅波動性。美國市突然間升得好緊要，升咗成1200點，星期五嗰日，咁所以影響咗成個佈局都比較大。大家買賣嘅時候最緊要慎重啲啊！我哋睇下個變化。好啦，呢期已經係122集啦，就係2月9號到2月13號㗎。首先祝大家啦，2026年啊，丙午年咧，大吉大利，身體健康啊，揾多啲錢啊！喺我哋嘅人生本意裏邊咧，今次咧我哋就講嘅三散其身。喺生活中裏邊咧，其實成日都要改進自己，成日都要思考點樣可以提升到自己少少嘅地方啦，或者錯咗喺邊度咧，將個學習能力嘅提升，有時過多咧未必一定係好事嘅，即係考慮下自己能夠承擔到幾多，咁先係最終嘅結果嚟嘅。貪多都做唔到咁多㗎。好，祝大家順順利利嚇。再睇落去，好，易經金融嘅主體咧就係圍繞住咧就係陰陽五行嘅變化啦，配合埋之後咧形成一個64卦嘅組合，形成一個可以多元素啦，可以唔同嘅定位都可以喺卦象裏邊解釋得出，包括管理嘅策劃啊、行銷啊。當遇到一啲問題解決唔到嘅時候，可以問一問佢，或者投資嘅時候究竟要唔要買咧，都可以用呢個標準啦。咁另外啦，唔同嘅學員啦，學咗唔同嘅嘢之後咧，佢加入佢個元素之後咧，睇嘅嘢可能有啲唔同㗎。咁同樣都係增長嘅效果，但係大家嘅諗法可能有啲差異㗎。做好咗呢啲之後，最緊要做多啲善事，惠澤社群啦。好，今期咧已經係第51集，講緊家居啦。咁有時呢種咧就比較特別啲嘅，就係一啲可能喺啲大廈嗰度咧，有時你會見到啲低樓啦，或者有啲亭台樓閣啦。咁佢哋有啲尖角㗎，有啲頂嗰啲咧，有時咧就會衝咗入嚟個單位度啦，或者個高度啱啱咧就形成一隻尖頂咧，望到個尖對住你屋企咁，形成呢種咧叫做火煞同埋叫做尖煞。咁通常咧可能有時係對到個大廈嘅大窗啦，或者係對到你嗰個露台嗰度咧，啲煞力咁樣衝入嚟嘅。咁有時另外咧呢種咧就最主要就係形成一啲好似競爭性啦，對啲健康啊、啲思維方面咧有種降低嘅效果㗎。咁如果有啲病的話咧，就會影響啲病咧會加重咗嘅。咁啊，一般咧可以用啲銅嘅大象啦、銅麒麟或者石獅子對住嗰個煞氣嗰個位置啦，將個煞氣轉化成另外一種元素，平靜咗。如果真係都冇辦法，我哋會用啲窗簾咧遮掩住佢啦，盡量降低嗰啲煞氣入屋，減少啲破財啊、病情啲影響性喺度噶。咁其實我哋都係風水上都係盡量係點樣去改善為主嘅啫。好，繼續落去嚇。上一期我哋講個學習嘅方面咧，就係理財一定係理喺當下，你唔理佢的話咧，時間一路趕嘅時候咧，其實啲錢就會一路走噶。今期咧我哋講啲積善積德嗰啲現象啊，因為錢你要揾得多之後咧，其實我哋做一個動作都好重要，就定期做啲善事啦，將自己嘅福慧去提升啊。咁先可以令到自己個效果咧得以順利嘅發展啊！即係有時做人咧，有時當你肯付出咧，肯做好多嘢嘅時候咧，其實喺另外一個情形啫，就代表咗增長咗自己嘅福慧啊！咁另外咧，就會令到自己嘅財富嘅時候更加穩定。呢個世界如果當你會諗到嘅嘢嘅時候，唔係淨係諗自己嘅時候，你會諗嘅結果咧，又會同人有唔同嘅差異。有時錢揾到咁上下之後，就識得留翻啲俾人哋，千祈唔好財富咧，好似要賺盡佢就好難嘅。點樣去做到個財商咧，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佈局嚟㗎。繼續睇落啦。好，呢個係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嘅，我哋嘅起點咧就係27,387點嘅。當時嘅卦象咧就係天山屯卦啦，配呢個風山屯卦。屯卦咧有種停低啦，喺度穩守嘅意思；屯卦都係有種平平靜靜嘅安穩嘅意思。咁配合埋前面嗰個五色卦咧，相信可能係都係個卦象都係平平穩穩或者升少少嘅現象嘅。咁最終咧就成個市又跌咗落嚟，但係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又飆翻上嘅夜期，我哋睇一個佈局啦。好啦，呢個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啦，咁你見到啦，星期一、星期二啦，其實基本上除咗有一日冇乜特別嘅裂口之後咧，日日都係有個裂口升高或者跌低嘅情況，高就高過，低又低過。咁你睇下個裂口都幾大，有成500-600點嘅高度啦，一日裏邊就上落都有500-600點嘅狀況喺度㗎。所以如果你當要買賣嘅時候咧，尤其咧就喺呢啲年尾咧，近住啲資金有時緊絀嘅時候咧，一個信心上嘅影響就會可以令到個市咧突然間跌幾百點啦，突然間升幾百點咧，就係好容易嘅事。美國市係更加犀利添。咁你睇下啦，今個星期佢嘅高位咧就係27107，咁咧
但係個低位咧就已經去到咧又去26292㗎，足足有成千幾點㗎。所以有時睇到嗰個狀況就係原來好多時就係個裂口竟然間咧就有成500-600點嘅裂口啦，600點嘅升幅或者跌啦，都同一日裏邊走出嚟㗎。所以大家買賣嘅小心啲。咁喺嗰次星期五嘅夜期咧，已經係夜晚咧已經升咗479點喺度㗎啦。咁就變咗呢個咧，其實已經又係27000點左右㗎啦，已經。所以有時買賣自己識得去維持，千祈唔好過分貪心。我哋睇個美國市啊。美國市咧就係其實咧基本上嗰前佢1、2、3、4都係喺嗰個大概幾百點之間嘅上上落落，係唯獨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，突然間咧就裂口開咗出嚟之後咧，不斷咁向上升，足足咧就升咗1200點以上㗎。咁呢種現象咧，高位越升得高，其實係咪即係代表個市場嘅壓力會大咧？自己買嘅時候小心啲。咁我哋嗰個止損位就提升多啲啦，因為佢個價位都升咗咁多咯，我哋提高去48000點。咁同你啦，即係因為市場度可能會突發性嘅資料啦，或者因為資金上嘅影響咧，都會令到市咧特別嘅變化嘅。我哋繼續睇落去啦。好，有興趣的話咧，我哋喺車公廟嗰度咧，每年都會擺一個活動喺度嘅，大概初一去到正月15，有時間可以過嚟轉下運啦、祈下福啦，或者解下籤啦，流年嘅運勢都可以做得到嘅。好，新一個月份啦嘅第一由呢個開始啦，咁。星期一嚟講咧，我哋就係天山屯卦配呢個火山雷卦啦。咁屯卦咧就有一種咧積聚啦、停低啦；火山雷卦咧就有一種反反覆覆啊、上上落落。咁整體咧星期一嚟講都係可能係因為嗰個變數比較大，可能都係上上落落嘅為主啦。好，咁星期二啦就係一啲地風星卦配呢個地天泰卦。一兩者咧都係有種咧由下向上升嘅報告嚟㗎，所以星期二升嘅明顯度咧都比較高啲。到星期三啦，就係啲風水換卦配呢個山水蒙卦。換卦定義代表散失啦、不安啦或者停滯啦。蒙卦咧就睇唔到前景啦。喺呢種咁嘅組合之下咧，可能升咗比較高之後咧，又見唔到個狀況，又跌翻落嚟啦。好，星期四啦，就係一啲天風後卦配火風頂卦。風卦同埋天卦、火卦咧都有向上升啊、催升嘅現象喺度，即係成個表現咧都係升嘅佈局嚟㗎。到星期五啦，又輪到呢個山地剝卦配山雷離卦。剝卦咧有種崩塌啦、裂開啦，有種唔穩定啦；雷卦咧有種咧震動不安。所以全局裏邊咧升1至5咧都係反反覆覆為主。咁我哋睇下全個星期嗰個報告啦。全個星期嗰個咧就係一支咧地風星卦配呢個山風蠱卦。星卦咧固然就有種升勢嘅現象喺度啦，蠱卦定義咧就係咧前景咧成日都唔明朗啦，多變化，唔知點樣去佈局，因為你中國嘅資金又會收走啦，究竟個市場係咪一樣咁樣變動啊？所以要買賣嘅時候咧，自己知道可以承擔幾多風險啊，但係整體配合埋幾支卦咧，相信可能咧平啦或者小升嘅佈局為主，買賣自己嘅小心啲嚇。如果有興趣可以報下名啦，或者係問下啲事咧都可以嘅，打電話俾我哋就得噶啦。好，咁跟住啦，買賣自己小心，風險自己控制啊！祝大家好運啦！